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宜家楊師奶。唔經唔覺就嚟到年尾嘅12月，大家開始準備聖誕節目未呢？今次呢條片會再行遠啲，去溫哥華區介紹生日嘅日式免費 BBQ lunch， 仲有越南菜式，順道出埋去downtown返學校買聖誕蛋糕。事不宜遲，一齊去片睇下啦。首先介紹呢間越南餐廳。原本約咗朋友去另一間嘅日式餐廳，路過見到 menu 同價錢都好吸引，所以就即刻轉軚嚟呢度。而且 Google Review 喺呢一區係最高分，咁就要試下啦。就揀咗呢樣越南湯牛河，仲送2條春卷，只需15蚊。迷你春卷即叫即炸，脆卜卜。生牛河薄切，味係全熟。可以再浸喺湯度，自己調節生熟程度。湯底清甜，唔算好大碗，不過芽菜就少咗啲。配埋辣椒蒜片魚露，好味。跟住上場嘅係戰斧豬扒飯，楊師奶就係俾佢吸引入嚟。賣相唔錯，而且好細心幫你斬件上，份量足，豬扒好似手掌咁大。配上沙律同太陽蛋跟飯，豬扒嫩滑係粉紅色。仲有蔥油配白飯，呢條豬骨仲有肉㗎，大家估唔估到上高呢粒係乜嘢呢？原來係豬油渣，好有久別重逢嘅感覺。呢餐真係好有意外驚喜，一定會返嚟 encore。呢個不經意嘅小確幸都唔錯啊！另一間係之前試嘅日式餐廳，專程嚟試佢嘅生日免費餐。有2個 menu 可供選擇，楊師奶揀咗 BBQ Combo A， 有2款牛1種豬，望落去色澤都唔錯，正常份量啱我，不過大胃王就可能唔夠啦。另外叫咗1款3種肉嘅 Combo， 一樣係2款牛1種豬。Pork shoulder 一共有6片薄切，另外 Pork belly 就有4片。豬腩肉燒到好似煙肉咁，送飯一流。2個餐一共有4款唔同部位嘅牛，我比較中意食哈拉咪橫膈膜，因為夠牛味，肉質嫩滑，而且又有咬口。牛同豬都好新鮮，味道真係唔錯，就算正價錢都唔算貴。食咗個好滿足嘅免費生日 lunch， 多謝晒。唯一美中不足係 Broadway 做咗好耐嘅道路工程，揸車去比較唔方便，而且停車場費一啲都唔平。其實溫哥華都有好多生日優惠㗎，因為唔想 download apps， 今年第一次試下，只需網上登記，簡單又方便。除咗剛才日式餐廳係要當日去食，其他嘅生日禮品都有唔同時限去領取，大家有興趣試就要留意下啦。出開去順便落埋downtown母校行下先。雖然呢間 cafe 當日冇開，不過好想介紹俾大家。以前返學間中都會嚟食，不過成日都 full 晒，好難 book 位。全部由學生主理，邊學邊做，食物質素真係唔錯。價錢由最初嘅10蚊加到而家10幾蚊不等，有機會大家可以嚟試下㗎。重點推介梗係學校嘅 bakery 啦。無論蛋糕、麵包、價錢同質素，我都極力推介。就算畢咗業，都會間中返嚟買。今期嘅聖誕糕點係咪好得意呢？見到咁可愛嘅造型，梗係買返盒返屋企試下啦。款式日日不同，記得留意開放時間啦。當日仲買咗包麵包返屋企做早餐。夜晚試咗呢個朱古力 puff， 唔太甜。呢件 mousse 除咗餅底，仲有生果粒喺裏邊㗎，2件都好好味。呢啲係以前買嘅戰利品，間中仲有 discount 㗎。今期嘅彩蛋有2個，之前喺 Halloween 見到有6蚊 coupon， 真係超抵。雖然買唔返呢個老麥 coupon， 不過可以留意下次嘅優惠。仲有呢個彩蛋，我都未試，不過有好嘢，梗係要同大家分享先啦。如果大家都有其他平靚正嘅美食推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未訂閱嘅朋友請先撳個鐘仔。中意睇呢類揾食篇嘅片，
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楊師奶。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